事，想找你商量一下，你方便过来吗？我现在手头工作还没做完，做完工作以后再说好吗？忙完了一定给你打电话。我的员工正等着我呢。那好吧，我等你。行，不跟你说了。来，接着说。这一部分都 OK 了，现在就是执行方面，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吗？这所有的策划案呢，我都看了，我觉得非常完美，执行就行了。但是有一点我有点担心，林总，我来公司没几天，这我说话好使吗？谁说不好使了？我会让所有的部门全力的配合你。还有一点，你别忘了，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，我挺你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手去干了。你就放手的干。林总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加班呀？要不然您就早点回去休息呗。你是担心我吗？你是担心他吧？行了，走吧。那你呢？我抽完烟就走。那行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了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想闹闹吗？你在发什么呆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坐，快坐。我煲了汤等你回家，可是你一直不回来，我怕汤都凉了，就给你拿过来了。我弄给你喝吧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Please redial later. 怎么了？我有点累了。累了就睡吧。对不起。
小白鸡的路上，我把照片带给外婆唱一唱啊。我要担心父亲是否又大睡了。当太阳下山岗，我要赶回家。妈妈手机有电，放下。喂。你昨天怎么了？啊，昨天晚上工作的很晚，结束以后我打你电话，你关机了。你怎么了？你肯定是太忙了，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要不今天下午我去找你吧。不用了，下午幼儿园有亲子会，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着，我也得去陪闹闹。那接下来我们请闹闹上台，好不好？来，闹闹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开始表演喽。每一个清晨都是妈妈叫我起床，每一个夜晚都是妈妈陪我到天亮，每次生病都妈妈守在我的身旁，每次哭泣都是妈妈鼓励我要坚强。问妈妈，爸爸身在何方？妈妈说，爸爸在遥远的地方。问妈妈，爸爸几时能归航？妈妈说，爸爸的工作很忙很忙。问妈妈，爸爸长得什么模样？妈妈说，你和他长得很像很像。于是我开始了盼望，盼望爸爸能给我讲个故事，盼望爸爸能带我上操场，盼望爸爸能和我一起做游戏，盼望爸爸能听取我的梦想。我不想让爸爸来背锅，不想让妈妈刮抖牵肠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文化的花多大大脚扬。陪我的小红花都嵌满了墙，爸爸妈妈，我感谢你们，是您创造了我的生命，是您让我得到了成长。若您在何方，我只想依偎在您的身旁。闹闹，你怎么不开心呢？今天你是表现最棒的小朋友，大家都给你掌声。他没有爸爸，我没有爸爸。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闹闹也有爸爸啊，爸爸在国外工作，但是爸爸最疼闹闹了。喜欢吗？这熊？谁说你没有爸爸？你爸爸可爱你了，所以呢，他买了个熊，让叔叔带给你。多可爱的熊！喜欢吗？你有爸爸，你爸爸很爱你。是什么样的？还是什么样？猜是什么样？